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咁今日咧，特登帶大家嚟到火炬開發區呢度咧，睇一個咧大家都好熟悉嘅開發商嘅盤嚟嘅。咁呢個盤咧叫做中澳和悅春富啦。相信大家啦聽到中澳和悅春富呢個名咧，都好熟悉嘅。咁因為佢哋咧已經係深扎咗中山嘅開發商行業咧，係有24年啦。咁亦都開發過好多嘅項目啦。咁包括坦洲嘅中澳春城啦。石岐嘅中澳濱河灣啦，咁呢啲大家都係好熟悉噶啦。咁今日我哋嚟到中澳和悅春富呢度呢，係因為我就收到最新嘅消息，佢一個158平方嘅創意戶型樣板間呢，係正式對外開放啦。咁樣港澳嘅朋友呢，希望呢就係可以實現到超低首付啦，然後係超高實用率，而且呢仲要係準現樓嘅呢個大平層戶型，咁就可以嚟呢度睇睇啦。呢個小區佢開盤時間咧就係2025年10月3號啦，咁預計咧就係2026年10月月底就可以交樓噶啦。咁依家所有樓棟咧就已經係全部封頂啦，係精裝嘅準現樓，咁唔使話驚爛尾啦。交貨期咧亦都好透明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啦，佢嘅區位咧其實係屬於火炬開發區啦，咁亦都係喺火炬開發區江寧西路13號呢個位置嘅。咁佢嘅一個備案主體咧個名稱咧其實就係中山市永輝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嚟嘅。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備案名稱咧？咁後期咧我哋就會講到佢呢一個對佢後期嘅一個影響啦。咁我哋可以睇翻啦，佢呢度咧係呢度就係我哋所在嘅位置啦，和悅春富啦。咁其實佢嘅交通咧係非常之方便嘅，可以睇到啦，佢亦都係屬於咧係有個地鐵口嘅一個物業嚟嘅。咁佢係中山站啦，好似廣州嘅18號地鐵線啦，我哋原來係去到中山站啦，同埋一個張家邊站咧都係會喺附近。咁大概咧就1.3同埋1.4公里嘅路程嘅啫。咁而且咧佢去周邊嘅商圈咧，好似我哋呢邊廣東呢邊咧就係好似 Coco City 啊、富一城啊。包括呢個海港城啦，大家中意飲茶嘅去到海港城啊、利和廣場啦，包括中山嘅一個依家好 hit 嘅一個東區入邊萬象匯商場咧，亦都會喺所有周邊都係10分鐘之內咧就可以到達噶啦。咁另外有個咧就係話嗰個港澳巴士呢一樣啦，咁其實喺我哋嘅門口小區門口咧，佢就有呢個港澳直通巴士啦。到時候咧可能交樓之後，即係今年年底12月啦，咁佢就會有個直通車嘅開通嘅。但係你話可能前期嘅話咧，佢班次會相對比較少啦。咁以後嘅話，你想多班次，其實亦都好方便。例如喺 Coco City 呢度啦，同埋呢個盛景上風呢邊呢度咧就係有永利巴士啦。永東巴士啦，呢啲都係會有嘅。咁大概咧係40分鐘嘅一個班次咁樣啦。咁佢除咗交通便利之外咧，我覺得佢咧周邊嘅公園配套咧都係非常之多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好似西亞公園啊、華佗山公園啊、綠廊公園啊呢啲咧，亦都係喺周邊。而且紫馬嶺公園咧嚟呢度咧都係幾分鐘嘅路程嘅啫。所以話咧，其實係一個綠養新城嘅感覺咧，俾我成個小區，而且成個小區嘅園林咧，佢都係非常之豐富嘅。咁旁邊咧就係江寧西路，駁通世紀大道啦、博愛路，直達中山市區同馬鞍島深中通道入口。咁深中通道1個鐘頭到咧就可以去到嗰個深圳啦，同埋香港嘅核心區。咁3公里範圍內咧就有34間幼兒園同中小學嘅，涵蓋咗幼小、初中全學齡段。不過咧要留意，火炬細小嘅口碑咧喺區內咧就係屬於中等偏下，火炬二中距離樓盤咧都幾遠。如果你哋學區有比較高嘅要求咧，就要諗清楚啦。咁揸車8分鐘就可以到 Coco City 啦，11分鐘就可以去到富一城 Top Park，1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太陽城購物中心。仲有火炬會展中心商圈，咁日常行街食飯睇戲咧就係完全可以滿足得到嘅。咁火炬開發區人民醫院啦，咁屬於三甲醫院啦，距離呢度咧都只有3公里嘅路程。咁休閒方面啦，我頭先可以睇到啦，華佗山公園啊、紫馬嶺公園啊，都係5公里範圍之內。咁如果放假去行下山啊、散下步、曬曬太陽都係好方便嘅。
上到嚟電梯間呢度咧，其實可以睇到啦，佢每間房嘅門口咧都係一個獨立嘅入戶空間嚟嘅，包括嗰邊嘅89方咧係有一個長廊，係唔會話直衝對住電梯口啦。好似我哋呢度入嚟咧，呢邊就係一個長廊位。咁其實呢度咧個私密性咧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先嚟到89方呢個戶型睇睇啦。咁佢呢個咧係南北通透啦，一個戶型啦。咁好似咁細嘅之下咧，可以做到2個通透嘅窗咧，其實咧係比較少有嘅，而且咧佢係做到咗3房2衛嘅，咁大家可以睇睇啦。呢邊嘅景觀嘅話咧，其實佢嘅樓距亦都係相較比較闊啦，可以睇到。有部分雖然前面有棟樓喺度，但係咧佢個樓距係非常之寬闊嘅。而另外嗰邊咧，亦都可以睇到部分嘅山景啦。咁坐喺呢邊嘅話，睇到景觀其實都 OK 嘅。咁呢邊咧，佢係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啦，因為將呢個陽台原先呢度咧就係陽台嚟嘅，咁佢就係做咗推咗出去啦，做咗風窗啦，成個客廳咧相對嚟講係比較闊落嘅。咁睇翻呢邊咧，廚房咧佢亦都係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其實設計師呢個咁樣嘅設計咧非常之實用啦，因為可以睇到啦，嗱個廚房係一個 L 字形嘅大廚房啦，嗰邊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咖啡角一個餐邊櫃俾你去用到，即係所有嘅收納係考慮得比較齊全嘅。而且咧係做到咗雙門冰箱，好多80方以下，即係100方以下嗰啲單位咧，其實佢係做唔到雙門冰箱嘅。咁呢度咧都係幫你 set 埋喺度，你可以參考咁樣嘅做法。成個廳咧睇落去咧都係好闊卓嘅。咁我睇翻啦，呢邊咧就係一個公共衛生間啦，而且佢係做咗3進式嘅乾濕分離啦。喺89方呢個咁細則之下做到咁大嘅衛生間，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噶啦。咁然後呢邊咧係一個房間咁呢個房咧可以睇到佢依家係做咗飄窗，係推咗出去啦。咁書櫃同埋呢個衣櫃咧，其實都係夠用嘅。咁呢邊咧就仲做咗一個細房，呢個房咧可以俾你作為一個娛樂室書房同埋咧佢都係考慮到呢啲實用嘅位置，即係可以俾你做一啲櫃呢啲去做一啲收納。咁就係做到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感覺啦。可以睇到啦，其實呢間房你可以作為一個客房，其實都冇問題嘅，因為呢張咧其實係一張梳化床嚟嘅，你展開就可以待客之用。呢邊咧就係一個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可以睇到啦，飄窗位個景觀其實都係可以望到山嘅。咁佢亦都咧可以做到3邊落床啦，都比較寬闊嘅。咁然後咧仲係 set 咗一個細衣櫃、小衣櫃，一個步入式嘅少少嘅衣帽間俾你，就可以隔翻開嗰邊。咁呢邊咧亦都係一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啦。咁佢睇到咧，佢成間房嘅設計佈置其實咧係非常之實用咯，唔會話有太大嘅浪費嘅虛位俾你。咁我哋係嚟到呢個159方呢個單位嘅前廳位置啦，可以睇到啦，佢呢度咧純粹就係你自己嘅思想空間嚟㗎啦。你可以將佢擴展開嚟作為一個儲物嘅空間啦。咁我哋入去睇睇。咁我哋入到嚟呢個159方嘅樣板房睇睇啦。咁佢入到嚟咧，門口呢邊咧就係設置咗個玄關位啦。咁呢個玄關位咧唔似傳統嘅玄關位，唔係嗰種話窄牆嗰種，而係俾你感覺咧就好寬闊嘅，就比較靈動少少。因為佢呢個位咧你可以睇到咧，佢都係有窗啦，然後可以有換鞋凳佢設置咗比較多嘅收納空間啦，包括鞋櫃啦。咁嚟到呢邊咧，佢就係一個廚房餐廳嘅位置啦。咁廚房嘅話咧，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 L 字形㗎啦，咁雙門冰箱亦都喺度。咁如果係中廚操作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夠用㗎啦。但係如果你話有朋友過嚟聚餐需要多個操作嘅話，都冇問題，因為呢度咧設置咗個西廚嘅中度嘅操作位俾你。咁而且咧，佢呢個廚房咧係設計咗呢個可以封閉式嘅，例如話我想食啲辣嘢爆炒，將佢一拉埋呢個趟門一拉埋，咁佢就可以實現到一個封閉式廚房，就唔會話啲油煙供晒出嚟啦。咁我哋再睇翻呢邊啦，佢除咗係一個西廚嘅操作位之外啦，佢仲係可以做一個吧台去使用，因為呢邊咧佢設置咗一個吧櫃喺度啦，你甚至乎將佢改成一個咖啡角沖咖啡、飲下茶都係冇問題嘅。我睇到啦，咁餐廳
餐台咧，佢而家放咗個長台，6人長台喺呢個位置。咁其實咧，佢個廳咧係夠晒闊落嘅。我哋拉遠少少睇睇，嗱呢個廳咧，佢有成6米嘅一個開間啦，非常之寬闊啦。咁佢嘅 sofa 啊，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其實如果我哋話做圓台咧，其實呢個位置咧，到時做翻圓台，甚至乎嗰邊你將佢改位置，將嗰邊作為一個放圓台嘅位置咧，其實都係夠嘅。咁我哋而家睇翻啦，佢廳嘅話咧，我覺得唯一嘅缺陷就係話，因為佢呢度咧係一個2個戶型，86方嘅戶型打通嘅。咁可以睇到咧，其實佢呢度咧應該有條柱位嚟嘅，所以個窗咧佢哋都係2個窗係拼合嘅組合模式，就唔可以話做到咧一個大嘅嗰種大氣嘅一個向外嘅一個窗位。佢就變咗2個窗嘅位置。咁但係咧，佢呢個廳咧都係非常之夠用，非常之闊落。我睇到啦，佢呢邊咧亦都係設置咗呢個收納嘅空間啦。你有睇到係好闊啦，呢度離嗰個餐台啊、吧櫃嗰啲位置都有成2-3米嘅。好，咁我哋因為佢呢個飛機戶型啦，我哋先睇右邊呢個房間呢啲位置啦。佢右邊入嚟咧就係個主人房套間嚟嘅。我睇到啦，嗱呢度就係一個衣帽間。衣帽間我覺得嘅收納係非常之夠用啦，而且佢景觀衣帽間亦都係有窗好光猛，而且咧佢嘅景觀都係唔錯嘅，可以睇到5櫃山。咁睡眠區呢邊咧，佢係一張2米嘅加大床啦，然之後做到3邊落床啦，非常之夠用。好，咁我哋睇睇佢嘅洗手間啦。咁洗手間嘅話咧，我覺得係比較大氣，但係咧其實佢呢度咧，如果係設計上邊咧，稍微做一個調整，呢度係做到一個雙盤嘅。因為點解咧？佢呢度咧係有比較闊嘅一個位置，但係佢呢度咧係做咗一個背景牆，為咗迎合呢個浴缸更加之靚仔嚇。但係如果自己用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將佢推入少少，然後呢邊咧做翻個雙盤位，可能更加之實用。好，然後呢度咧就一個淋浴間同埋個馬桶位啦。我睇到啦，嗰個淋浴間呢個位置啦其實都係好闊落噶啦。我睇到你喺度淋浴，然後呢啲收納全部做齊，呢度位置係非常之充裕嘅，就唔會話轉個身都好辛苦嗰種啦。咁佢成個衛生間咧都係非常之大氣啦，一個豪宅嘅配置。好，咁我睇翻另外對向嘅房間啦。咁呢度咧佢係做咗一個就係3房2衛嘅配置嚟嘅。咁我哋睇翻後邊餐廳呢度後邊咧就係一個小房間。咁呢個房間咧佢而家係 set 咗做個兒童房啦。我睇到啦，書台床呢啲都有嘅，但係唯一嘅缺點可能就係個衣櫃嘅位置，可能會覺得唔係好夠用，因為佢而家咧係將佢設置咗喺門後邊啦。咁好似我哋嘅使用習慣嚟講，可能唔會咁方便但係如果小朋友嚟講咧其實都係夠用嘅。咁我哋再睇翻對向啦，就係一個公共衛生間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嘅衛生間設置得都比較好嘅，即係唔會話好小氣咯，而且都係比較闊落好用。我哋睇到呢邊你淋浴嘅話都係冇問題可以轉到身，唔會話逼夾嗰種啦。然後佢嘅鏡櫃各方面睇落去都係好寬闊嘅感覺。咁再入嚟呢邊咧，其實都係一個小套間，但佢就係冇咗個衛生間就做咗個衣帽間喺度。咁衣帽間咧，佢呢個收納我覺得係夠用啦，而且佢係所有衣帽間都係有窗，比較光猛跟住呢邊咧亦都係做到3邊落床啦，呢個大床2米嘅大床而且呢個床頭櫃亦都係比較大嘅，呢啲有成60個啦。咁其實成間房咧，佢房間嘅佈置嚟講咧，所有嘅房間除咗個兒童房之外，其他房間咧都係比較闊落嘅。咁我哋嚟到佢呢個精裝交付標準嘅樣板間睇睇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實佢好貼心咁樣俾你知道晒佢嘅施工工藝各方面嘅，包括佢呢啲門框嘅打底啦、鋪磚啦，然之後嗰啲熱水位地磚填縫呢啲所有細節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咯。呢個就係佢交標嘅標準啦。咁佢如果係交標精裝交付有乜嘢咧？好似你嘅地扁磚啦、牆身嘅油漆啦，包括佢而家油漆呢度都係同你講話係點樣嘅施工工藝啦，要打磨幾多遍啦，做幾多層底漆面漆呢啲都會有嘅。包括佢嘅線路管位好似睇翻地面啦，即係佢呢一個咧係施工標準嘅樣板間，除咗俾你睇到交付標準之外，佢都俾你睇到施工標準，其實係一個比較嚴謹嘅一個樣板間嚟嘅。
咁另外咧，佢啲門窗啊，呢啲亦都係交付標準啦。牆身嘅油漆啦、地面磚啦，同埋啲地腳線啊、呢啲啊、燈啊，呢啲都係做好嘅。咁包括洗手間呢個位置啦，佢會講你聽，呢個漏水啊、防水啊，呢啲係點樣去處理啦？我睇到啦，佢衞生間呢啲塔門檻石呢啲係做齊啦，但係佢房間呢度咧，因為房間咧可能考慮到咧就係廣東嘅天氣啦，就冇用到呢個木地板嘅，就係用咗一個木地板磚呢個係磚面嚟嘅。咁好多人就會覺得地板磚可能更加之實用，因為好打理啲，唔似得地板，可能隔得幾年你就重裝噶啦。咁我睇到啦，佢每個房間佢嘅裝修比例都係方方正正、好乾淨企理嘅感覺。包括飄窗台啊嗰啲嘢，佢都係會俾你睇到。而且飄窗台呢啲咧石面咧，佢已經係做咗俾你噶啦。好似呢啲開關啦，包括呢個衛生間，衛生間嘅話咧，到時交付就係咁樣啦。當然啦，佢係會配齊呢個馬桶啊、潔具啊，同埋一啲淋浴花灑啊呢啲俾到你咯。好似呢個就係房間。咁房間嘅話咧，我哋而家睇呢個戶型咧，其實係個88方嘅一個展示樣板間嚟嘅，一個施工工嘅樣板間啦。咁我頭先睇完一個裝修標準樣板間之後咧，我哋嚟睇翻呢一個交付標準嘅樣板間啦。咁呢個咧係108方呢個單位嚟嘅，而且可以睇到咧，佢呢度咧玄關位咧有個贈送面積啦。咁入嚟嘅話咧，好似呢啲可視對講啦，門框門套啊，地面磚啊呢啲都係有齊㗎啦，呢個咧就係一個交付標準咯。我哋睇到啦，佢所有都係乾淨企理然後方方正正，而且咧佢呢一個戶型咧係南北對流啦，有個陽台，而且陽台咧佢呢度咧係一個呢個108方，佢係有個半贈送面積。咁呢個單位咧佢就係喺2樓嘅，咁稍為就係個景觀就冇咁靚仔，咁大家買嘅話，其實建議咧就係買可能28樓以上嗰啲單位，個景觀非常之開揚。好，咁我哋去睇翻啦，好似廚房呢邊咧，佢就係可以有齊呢個星盤啦，呢啲3件套咧都係交付標準俾齊你㗎啦，包括天花呢啲咧都係做咗喺度嘅，咁好似呢啲趟門都係有齊㗎啦。咁地面嘅話咧就係磚啦、地腳線啦，同埋一個房間嘅木地板磚啦，同我哋頭先睇嘅一個裝修標準係一致嘅。咁呢邊咧洗手間我睇翻啦，佢哋就係鏡櫃啦、洗手盆櫃啦、馬桶包括呢個龍頭花灑都係配咗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交付標準啦。咁如果大家係到時可以過嚟睇翻實景，因為佢依家咧好多都已經係現樓喺度嘅。咁呢邊咧就係一個主人房套間嘅，可以睇睇。咁呢個87方嘅戶型咧，佢係做到咗2+1房啦、2廳2廁、南北對流，呢個係一個王牌戶型啦。核心咧就係細單位玩出咗大舒適。咁同區咧係十分之罕有嘅。咁南北通透啦，全屋冇暗房，客廳向南大陽台，北面有窗，空氣可以對流。咁夏天咧就可以涼爽好多。最正嘅咧就係2個廁所、廚房。所有房間咧都係有窗嘅，就冇任何嘅暗角、死角位咁樣啦。而且咧喺潮濕嘅南方嚟講咧，呢點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啦。實用面積咧就拍得住95平方嘅單位啦，因為贈送同埋拓展空間就比較多啦。入到去咧完全就唔會話覺得係得87個平方嘅啫。咁佢 U 型嘅廚房洗切煮動線都非常之流暢。單位咧。細單位有 U 型嘅台面，真係好奢侈。主人廁所嘅乾濕分離啦，客廁近客房呢個動線咧就非常之合理，客人用咧就唔會騷擾到主人房嘅隱私啦。呢個戶型咧就係貴得有道理嘅。
咁我哋睇晒所有樣板間啦，咁我哋咧就好老實咁樣嚟講講佢嘅短板喺邊度啦。咁短板嘅話咧，其實就係佢一個城市面貌啦，因為佢周邊咧好似佢隔離咧就係一個車管所啦，然後沿街啊，再上去往東區嘅方向，成條街咧都係一啲二手車市場啊、4S店啊咁樣嘅，所以可能周邊嘅一個街景啊各方面都唔會咁靚仔啦。咁雖然話佢依家咧樓下係有底商啦，因為佢樓下咧都係有啲已經喺度招商緊啦，但係可能短期內咧個生活配套都唔係咁十分之方便嘅，你可能要去到臨江市場啊，甚至乎係去翻東區嗰邊啊，去做一個購物啊咁樣咯。所以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短板啦。另外就係咧，佢所有嘅棟數嚟講咧，佢都係2梯6戶嘅。咁如果係上班高峰期嘅話咧，你可以諗到啦，即係可能個等嘅時間就會比較長啲咯。長遠嚟講咧，可能呢一個區位呢個位置啦，對比東區啊火炬開發區，因為佢呢度咧亦都唔算係火炬開發區嘅中心位置啦，亦都唔係話中山東區城區位啦，而且連嗰個離博愛路咧，亦都有少少距離啦。即係可能佢呢一個位置喺以後你要轉手嘅呢個二手市場嘅流通性啊各方面咧，可能就對比其他區位嘅就會冇咁靚仔。但係嘅話，你話如果你係自住用嘅，唔考慮太多呢啲因素嘅，其實我覺得呢度嘅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嘅。好啦，咁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嘅話咧，就可以留言或者係 WhatsApp我哋下期再見。